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今年满150周年，因邀请咱台湾的左风车剧团去表演。这摆的左风车是来表演旅乐车闹龙宫，让在地人来欣赏台湾的文化。左风车剧团演员气势非凡入场，表演就要开始。经过台湾正摆的乡镇表演的左风车剧团，这阵是搁一摆到海外演出。左风车剧团以罗车闹龙宫的故事，伫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NKVN 博物馆演出。表演精彩现场，侪匈牙利甲乌克兰囡仔目睭是拢金金看。罗车闹龙宫这出戏吼，因为是甲咱台湾的布袋戏，啊，搁含在咱这个现代剧场吼，搁用咱这传统的这八管的音乐，啊，搁搭配迄个西方的古典音乐，啊，所以就是足传统，搁足现代的。除了希望和国外的人认捌台湾文化以外，因为匈牙利有侪乌克兰难民，左风车也望透过专门的顾囡仔的罗车，和来自乌克兰的囡仔一寡保庇。这摆左风车剧团的演出，是因为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周年，左风车剧团甲台湾的文化总会，伫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处的媒合之下，所来几天伫在地拢有精彩的演出。有规划6场的迄个公开的活动啦，吼啊，今仔日是第一场，后礼拜就是重头戏。吼，会伫个即个埃菲尔剧场，吼有2场正式的即个表演，吼啊，咱纸风车剧团吼用即个哪吒闹龙宫的即个剧码，吼会有2场吼这个售票的演出。文化总会表示，为6月16开始，左风车剧团伫匈牙利会有6场的交流活动甲表演，透过16伫 NKVN 博物馆的台湾节活动起鼓，展开数来几天的精彩演出。记者郭文郑准由布达佩斯报道。